卡棒、帽、行李箱、手巾、鞋，还有家，拢会用高中世界客家花布所做出来的用品。日本人佩服设计者的巧思，将客家花布创造各下度加起来，就会叫芦水裙。芦水裙系花莲用年人，后生时到평治工厂上班，下后有到本钱，到民国76年就同老公共下创业。去甲买接订单、买原料，各份请代工厂来你代工资，到后面的整理。其实做加行的就是感觉有施工厂，来做最后的包装整理。芦水裙本来老多，工厂是得经营落去，没想到每下劳力成本提高，当到同业拢将工厂驶去中国，自家也唔知系咪同大家抢咗安呢？不过考虑过后，芦水裙还能决定继续流到台湾。当一个产业发展到一个经济产业发展到一个程度，势必要走上文化产业、手感产业这个地方来。所以我哋都坚持留下来，在台湾寻求转行都错嘅。转型系要风险界，头家段时间，芦水裙嘅工厂必须接受生理唔好嘅考验。青梅到着力点嘛，系唔系？所以讲，我哋嘛经过2-3年，慢慢来寻找，其实加油一参的公司差不多都冇乜个订单呢。我们都后来差不多从91年加哈嘛，都NDI 客委会都开始办通话季啊，我甲下都去注意到这个讯息。今晚呢，芦水裙参加客委会举办嘅铁生人才训练班，也因为安尼，事业有了转机。你迄做纺织出身来，所以对了法部的来讲，你都内行啊。体加靠你的重点都会讲体点，都会来观光结合嘛，都会我哋来寻求个目标，所以我都毅然决然，我都讲好，我来开发。虽然有公部门嘅听受，芦水裙安心加当多。不过到底系一个新突破，芦水裙还能不少，设计出来嘅花布市场系咪值得接受？初中都打电话本来讲唔系哦，你要做6样色咯，那像改条那都太咯，要做6颜色起来，60发色的花布起来，因为佢一色的花，每色的花布都有最少的生产量，所以我想你看那做起来都一太大诶，你看那烧唔出去，影响格色。当时嘅芦水裙，一片研发客家花布，一片还配合客委会嘅行销方式。当届佢嘅产品就受到厂商嘅欢迎。都每场嘅说明会，都带啲你新开发嘅花布嘅，去本你向前看。结果大家都讲韩国冇，因为按奖。其实我睇到啲开发嘅，我都非常嘅欢喜啊。芦水裙讲佢研发嘅花布，除了增加色嘅变化，整体嘅设计还能克服各种人客嘅需求。有的花布我哋都做到清讲、清鲜艳，看起来就是给人家觉得很有气质、很高贵。都有两种市场人喜欢。还有一种都像你客家人来精神强用，很多客家油桐花布，看起来就像你客家人吃苦耐劳的精神。惊喜的东西，因为你结婚噶哈，拿来做伴手礼啊，你看。但是呢，以前还就是讲，伴手礼送人后嘞，无用的参考。你还要书拍当中啊，都有爱做拉链，还要搭配 Q 去的，搭配 Q 去的，用起来 Q 去的，搭配都一个包包的呀。好嘛，还是像一个包包，你要对这种东西呀。
设计嘅发布成功打入市场过后，卢水村并唔因为安尼来满足，继续投入嘅技术项研发相关产品，头尾已经生产几百样。咱迄讲打做了发布的本发通用，安尼个一下都高铁去的，都无法度讲深入民间，因流传下去。唯有都会讲，你来做的日常用品，不管迄做包包做。来做嘛个东西，因可能都名伊都爱东西，用伊都爱东西，然后因啲成法结合向下，安系将有法度引流传下去。卢水村讲，客家发布本期嘅事业对地潮行向高点，也因为客家发布，佢更加认识自家嘅文化。因为因你哋做迄代表因你客家文化嘅发布嘅嘛，唔系一只发布出来都有意思啊，因你一天都去寻个根源出来。都可以是去深入去了解你客家的文化种啦，因深入去寻，你爱手家习惯都因爱上你这只客家的文化。而家係想我轉型嘅평진業者，從客家發布當中尋到機會，hand到布行做變化。設計出幾百種新發化嘅產品，盧水村感染當然有安尼嘅體驗，更加感恩自家嘅客家文化，為其創造出新嘅事業。